我们造纸人有这么一句话，就是说，要造好一张好纸，必须要过那108道工序，需要的是那股劲儿。不管是2个人、6个人还是8个人，心往一处想，劲往一处使。要造好3丈3，绝不可能靠一个长年人所能撑得起来的，而是要靠我们44个人，必须要合成一股劲儿。除此之外，还靠什么呢？精气神儿。对，精气神，精气神。开始。长拉山呐，向前看呀，挺起腰啊，震鼓擂呀，震天响啊。要团结呀！3丈3呐，一条心呐，造好纸人啊！可以了，收榜，上边。走！稳住！一脸入水！大家稳住！
1、2、3，心连，起。冷轩，怎么样？成了，师傅，成了，成了，成了！稳住！纸太大，要多捶几遍，纸才签得下来。小心！1、2、3。好，来，过来。加油啊，兄弟们！来，再往前走。好，好，师傅，
我一会儿给您点个牛杂面吃吧，您都好久没吃了。哦，牛杂面，啊，我想着那个香味儿都馋人，可是啊，现在没福气吃哦。哎，这3丈3都做出来了，你还没福气啊？等交货了，我给您和师母报个旅游团，你们出去好好玩玩，散散心，到时候想吃什么就吃什么。哎，你不去帮帮忙啊？我就别去了，你看人家爷俩多好。轩言啊，哎，爸，爸，你现在可以很自信地告诉江子流，3丈3的大宣旨，我们有了。那我现在就去告诉他。行，哎，你陪我去，走。爸，休息会儿吧。再看看吧，也许是最后一样了。你可看看这个。江老师，我们所有的工人都欢迎你。您这么远的路程还赶过来，辛苦您了。你跟我还客气啊？是好了，就等你来验收了。不过呢，我就怕你画不了了。我这不是来了吗？我是怕你的纸做不好，把我气得蹬了腿儿。就算到了下边，我还是会骂你。师傅，我想看看那3丈3。好。停一下，停一下。怎么样，师傅？继续。老肖，这半天没说话了，不会真有什么问题吧？不会给咱们整之前那一出吧？说整个桃花镇都造不出一张好纸啊！别让他抽嘴。停吧，哎，停吧。老轩，想什么呢？我在想，蒋大师以后在这3丈3的宣纸上，他要画出什么画呢？江大师，
感觉怎么样？我想见见做纸的师傅。好，我马上安排，马上安排。各位师傅们，江大师呢，刚才参观并了解了我们三丈三整个的制作程序之后呢，深受感动，提出来呢要跟我们各位师傅见见面。现在呢，就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江大师给我们提出宝贵的意见。江大师，你对我们制作的这个宣纸有不满意的地方，你只管提出来，我们一定想办法去改正。薛老，关总，老板，还有所有参加咱们三丈三制作的师傅们，我今天想说的是，谢谢你们，给了宣纸以生命，谢谢。江老师，我们是造宣纸的人，我们应该感谢你们这些书画家。是你们，也是您，给了我们宣纸以灵魂。谢谢你。哟，师傅，这怎么回事？啊？搞那么多菜干嘛？爸，这也太多了。好事儿等着你呢。好事儿？什么事儿？有谁要来吗？马上到晚，今天我们得陪你好好喝一杯。老轩呀，我告诉你，儿子今天给你准备一个特别大的惊喜。什么惊喜啊？师傅，哟，小满，哎呀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回来了，哟，给你们带了点东西。呀，哎呀，哎呀，你薛老哥，秀梅姐，哎，我们回来了。老胡，嗨，哎呦，还打什么？哎呀，万金，哎呀，轩师傅，你们回来，我真高兴呐！你们不知道，这屋子自打你们走了之后啊，他就跟没亲人似的。你们回来，我打心眼里高兴啊！我们啊也想你们呀。哎呀，爸，把你那个情绪啊先收一收啊，那感慨呢往后放一放。还有人呢没齐呢，还有惊喜呢。什么惊喜啊？马上就来。来。张都师傅，我又回来了。我下山了之后，我把小满、胡大哥、素兰姐都找回来了。我们都说好了，宣家是千年宣家，不能在我们手上断了。宣家的纸要永远都捞下去。
非常好。小满，哎，那个，你到这儿那红衣场怎么办呢？师傅，我跟我爸都说好了，反正在哪儿捞纸都是捞，我们得回来，跟张杜哥一起，把咱们千年轩家给撑起来。说的太对了，薛老哥，在哪干活呀，都不如在轩家自在。就像一家人一样，咱们是有情分呀。是是是。张杜和小满都回来捞纸了，那我们得回来晒纸啊。对，好呀。行了行了，别光顾着乐呵了，反正我就知道，你们大伙儿一回来，我这个剪纸工已经上岗了。哎呦妈！我做梦都盼着这一天呢。好，好，你这个剪纸工，还有你这个捞纸工，还有你们这些晒纸工啊。再加上我这个老捞纸工，我们呢一起都上岗，好吗？好，来上岗，坐啊！来是要喝几杯？坐。还是老位置啊！老位置啊！也有新人加入啊！哎，对。今天是个好日子，我们一起喝个桃园酒吧。好，来把杯子端起来。干了，干！来，让我看到你们的牙齿啊！哎，后面的往这走一走，对，哎，对，没错，哎，找自己的这个机位啊！哎，好，准备好了啊！听我口令，咱们倒数5个数，5、4、3、2、1。哎呦！哎呀！哟，我的妈呀！我这腰不行。来，赶紧歇会儿，赶紧歇会儿。哎呦！哎呦，我的妈呀！哎呀！你也得小心点，你那腰可做过手术的。我今天干着还挺高兴的。哎呀，好啊，风调雨顺呐，又是个丰收年呐，啊，你看看，多壮实的这个稻杆啊！这样的稻杆怼出来的纸浆，那都是上等好纸浆啊。刘年，你说这样的日子好不好啊？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啊，我常常一个人在想，我们的祖宗八辈儿，他做梦都没想到他的后代能过上今天这么美好幸福的生活。树上的鸟儿成双对，湖水青山来笑靥。对头摘下花一朵。兄弟，一会儿帮我看着点啊！来啊！搬豆怎么样？来，姐，窟窿我帮你补上。哎，别！我练了半天了都，哎，怎么就不行了？萧明哥，你可千万别上他的当啊！你行，你看他行。
不是我写我爸写不都一样？小敏，我听着也不靠谱啊。爸，我来给你。哎，小心来。你更不能写了，你们都没资格写这个名字呀，只能是我师傅。哎，林哥，你可想好了啊！你师傅那文化水平还没小新高呢，你可得想好了啊！这东西写完了，那是要流传千秋万代的，考虑清楚。哎呦，就你话多，这不跟拍身份证照似的吗？怎么回事？啊，师傅，是不是？哎，师傅，你这个名字还没补上，没有。来，那我来给你补上。好。你笑什么啊？笑小敏，笑啊，笑我高兴，笑我高兴，高兴。那林哥，我输了。师傅，他们是笑得高兴吗？啊，他也高兴。那我给你写了哈。哎，师傅啊，您要不要现在这上面练一练？为什么？我爸他就是怕你写不好。写不写得好，我都认识吧。行吧，你觉得谁写得好，你就找别人写。不是那意思。这个名字呀，只能您来写。他说的对吗？好，我听他的。献拜师帖。师傅。还回徒也。赐铭文纸联。谢师傅。敬茶。师傅，请喝茶。师娘，请喝茶。行拜施礼。传祖训，立传人。今立张度为宣氏造纸第36代传人，巫祖世代以青檀皮为尊，以沙田稻草为友，以山中清泉为镜，成青檀木血之骨，继稻草久炼之魂，至千年不腐之宣。今传祖训7则，望后世子孙传人，铭刻于心。弟子敬听。一曰守正。青檀稻草，经千锤百炼，庆晒春秋，去尽青涩，方得玉骨。人立于世，也需清泉涤心，白石为质，去伪存真，才得中正。宣纸素白如雪，不可玷污，人心亦当如此。2月金宫，捞纸万年，不厌其烦；焙火千转，勿期疲劳。凡成家贫者，必经3蒸9煮，劳其筋骨。3月
惜物，轻弹3年成才，稻草3伏裂谷。用才当如是心，莫负天地馈赠。志气犹存敬畏，勿辱先人匠心。4月传心，志宣108道，道道有诀。宁断食指，不失一计；宁绝子嗣，不传非人。5月静心，心浮则廉波乱，性躁则止云散。志意若参禅，急火不能出正位。6月手镯，不陷锦帛华贵，不慕投机速成。守拙朴之本真，受指千年终归宿。墨韵万变，始见新。7月容藏，宣纸善纳水墨，浓淡干湿成其重。做人虚怀若谷，荣辱得失俱包容。只怜文中藏丘壑，欲伴肩上度众生。我只乡子民须牢牢谨记，捞纸诚心守静，焙火去燥存真，水火炼就纸破，光阴铸就匠魂。各位亲爱的我们桃花镇的父老乡亲们，还有我们的电商基地的同仁们，和今天光临我们启动仪式的各位尊贵的嘉宾，感谢大家的光临。因为我们今天都是怀着对我们桃花镇的热爱，对宣纸的热爱，相聚到这里，今天特别的感慨万千。站到这里，目光所及是巍巍群山孕育着的清潭里，是悠悠泉水滋润着的千年的古法技艺。宣纸这一纸寿千年的文化瑰宝，是我们桃花镇的灵魂，也是流淌在我们桃花镇每一位乡亲们血脉当中的基因啊！千百年来，我们的宣纸匠人择一世，终一生，在用他们的坚持、智慧和汗水，守卫着这一份非遗的技艺，让这一张张承载着中华传统的宣纸，从我们这里走向了世界。今天这个时代是在奔涌向前的，如今已经是一个人工智能在席卷着全球的时代。那怎么样才能让我们这种宣纸的传统产业，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焕发出它的光彩呢？其实大家都知道，这也是一直在困扰着我们苦苦在思索着一个课题。大家今天看到了，我们电商基地的启动，就是我们经过了深思熟虑，我们主动求变的一个响亮回答。也是我们主动去拥抱这个时代的春潮澎湃。同学们，我们现在参观的便是我们制作宣纸的其中一道工序，那叫晒纸，其中一道工序材料。这边可以看到那个师傅给我们的材料。看一下，来，前面往那边上跟上。你爸传位给张度，你不吃醋呀？我有你就够了。
李然，哎，你干嘛呢？你好，小江老师。宣伯伯，你父亲呢？他已经走了。什么时候的事儿？1个月了。他一辈子体面，不想让人看到他病入膏肓的样子。宣伯伯，里面请啊。好。宣伯伯，这就是我父亲想让您看的，他的绝笔画作。宣伯伯，这是我父亲留给您的信。创作这幅画，我父亲用了5个月。这5个月，他把病房搬到了这儿。这半年的创作，他经常是累到极点。他经常念叨说，如果画不好，对不起自己。也对不起这张纸。永年狂生，詹信如见沧海。此刻，悬笔于万里江山之巅，千峰墨色尽在笔尖下蒸腾。放眼山河，轻倚江边，犹见您当年赤脚站在齐腰冰水里捞青潭皮，还骂我画匠不识山河谷。再看今日，这3万里水墨苍茫，可堪为您的3丈3证明。如今我虽然不能再与你争斗，但见这卷上黄河9曲18弯，浪头里还卷着你我40载的唾沫星子，泰山昆仑的重峦叠嶂之间，还回荡着你我隔空对骂的荒唐言。今夜子时，江涛最盛时，我在夔门绝壁处留白，那是留于你的坟冢玄关。黄泉路上若见孟婆，切把她的汤碗扣了。来时，你造纸掺我骨灰，我泼墨混你魂魄，咱们一起再把这万里江山撕碎了重断。病痛折磨着师傅，却束缚不住他自由奔放的心。他的心早已融入到了对家国山河的
深情眷恋之中了。是啊，江山如此多娇。一张薄薄的宣纸，承载千年的底蕴，祖辈传承着记忆，一脉金揣一成溪。淡淡墨香飘江南，千年古镇又灵气。那人那方那工艺，留下多少传奇？这山水灵气，有多少故事？至此那情侣养育着土地，养育着土地。一张薄薄的宣纸，承载千年的底蕴，祖辈传承着记忆，一脉金揣一成溪。纸上阡陌写丹青，方寸之间有真情。愿意世间多风情，都是动人的美景。这山水灵气，有多少故事？至此那情侣养育着土地，这